朋友，小耍嘛唔通耍了过头。台北捷运站呢，剑潭捷运站附近有一间老字号剃头店，专门加寸头，也就是讲呢，这个商品加了较真底，头壳顶差不多剩1寸的头模型。进前有一个姓张的人客，甲因朋友排咧要加头章要剃头，其中一个恶作剧用水淋对方两个人煞起冤家，头家女发了讲会弄破玻璃，赶紧报警。原经一日到现场，这个查甫人佫跳舞回看，头家讲这闹事的双方拢是熟悉人家，希望讲大事化小事。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情绪真激动，要拍因朋友骹部一个大无知尔，险险啊跋倒。这个老太太看着两个人中午要做公亲嘛，险险啊被判。冲对了袂煞，这个查甫人约到店门口，煞对赶到位的警察伫跳舞。原警爱伊冷静，莫阁跳啊！抑过这个查甫人无啥要插伊，态度是有够唱秋。我惊玻璃甲弄坏，我叫伊出我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剑潭捷运站附近，这间老字号剃头店已经开42档啊！会当加出商品正底，头壳顶差不多3公分的头模型，网络评价是4.7粒星。这摆设定查甫人甲因朋友排咧要加头模。头家娘讲，少年人爱耍喷水喷甲起冤家，搁对原警失控跳舞。头家娘无想要追究，请警方赶因走就好。陈明与李明于店内有纠纷，店家为维护店内秩序，遂请警方协助。原警于处理过程中，陈明情绪亢奋，未发现有违禁品及不法情事。头家娘强调讲，因拢是熟悉人家，为细汉就教到大汉，希望讲大事化小事，是讲朋友之间爱耍过头，耍甲起冤家。若是讲摕店内剃头的家私去伤到别个人家，安尼要安怎就好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